全香港都以為阿蘇終於肯停下嚟，點知今次停得比任何一次都短暫，短暫到令人覺得呢個根本唔係停低，而係一腳踩空咗懸崖，成個人仲喺半空飄緊，淨係差一個落地嘅聲響。就喺上個月，仲成日都係阿蘇着住件白婚紗喺泰國海邊笑到眼淚都流出嚟嘅畫面。43歲嘅佢終於將自己嫁咗出去。男方係個比佢細幾歲嘅健身教練，雖然唔係圈中人，但勝在高大靚仔，體貼入微。當時全網都喺度祝福，話蔡卓妍終於唔再做戀愛腦，終於揾到一個可以俾佢安穩嘅人。甚至有傳媒爬到男方身家過億，係搞投資嘅隱形富豪。呢段婚姻一度被形容為救贖，係阿蘇歷經過阿嬌結婚，自己2次離婚，幾段無疾而終嘅戀愛之後，終於等到嘅一個對嘅人。邊個估到呢個先過咗唔夠1個月，連蜜月期都仲未過完，呢場全港矚目嘅婚禮就變成咗全港最大嘅笑話。件事嘅導火線索喺阿蘇由泰國返港之後嘅第20日，即係啱啱過咗嘅呢個週末。原本大家以為佢會好似其他新婚妻子咁晒幸福，整家居，或者同閨蜜阿嬌、容祖兒去飲個下午茶，點知等嚟嘅唔係甜蜜日常，而係一張模糊嘅，明顯係偷拍嘅相。阿蘇戴住口罩，帽壓得好低，一個人拖住行李箱由半山一棟豪宅行出嚟，眼腫到似桃咁，明顯係啱啱喊過。呢張相一出嚟，成個香港娛樂圈嘅群組瞬間就炸晒，所有人嘅第一反應係唔會吧？新婚20日就搬屋，呢個係要離婚嘅節奏？跟住更有知情人士向某八卦周刊爆料，話阿蘇當日係被氣走嘅。唔係自己要走，係實在待唔落去，因為佢發現咗一啲令佢崩潰嘅嘢。呢啲嘢唔單止係私生活混亂咁簡單，簡直就係將佢嘅尊嚴按喺地下摩擦。阿蘇搬嚟愛巢嗰晚，其實先去咗閨蜜容祖兒屋企。容祖兒當時正在屋企敷面膜，一開門見到阿蘇個樣，黑到面膜都跌埋。阿蘇一入門口就崩潰大哭，一邊喊一邊攞住手機俾容祖兒睇嘢，口裏一直重複住：我又信錯人啦，我點解每次都信錯人？容祖兒之後喺自己嘅社交媒體發咗一張係底白字嘅圖，配文係有些事唔知好過知，雖然秒刪，但仲係俾手快嘅網友截到圖。呢樣更加坐實咗阿蘇確實受咗天大嘅委屈，而呢個委屈嘅源頭，直指佢嗰個新婚唔夠1個月嘅老公。爆料話，阿蘇之所以含淚控訴，係因為佢發現老公所謂嘅簡單生活根本就係個謊言。呢位看似陽光健康嘅健身教練，私生活簡直可以用混亂嚟形容，而且呢個僅僅係冰山一角。首先被爬出嚟嘅係第一宗罪，手機入面嘅秘密。阿蘇本來係想幫老公整理手機相冊，結果無意間點開咗一個加密嘅文件夾，密碼試咗幾次，居然解開咗，入面全部係啲不堪入目嘅聊天記錄同相，唔單止有同各種辣妹嘅曖昧對話，甚至仲有喺夜店攬住其他女人嘅片。阿蘇當時就覺得天旋地轉，佢質問老公，對方一開始仲狡辯話係以前嘅朋友，後來被逼急先承認係玩得比較開，但保證婚後會改。阿蘇心軟咗，諗住男人嘛，婚前玩下都正常，只要婚後收心就得。但佢萬萬估唔到，呢個只係個開始，跟住第二宗罪就嚟咗。呢個先係真正令阿蘇崩潰嘅深水炸彈。就喺佢準備原諒老公嘅時候，有個自稱係老公好兄弟嘅人突然聯繫咗阿蘇，語氣好嘲諷，話：嫂子，你以為你係佢唯一？你太天真啦！原來
呢個男人喺同阿莎拍拖甚至求婚嘅時候，根本就冇同佢嘅正牌女友分手。冇錯，你冇睇錯，呢位健身教練喺圈外仲有一個拍拖多年嘅正牌女友，兩個人感情穩定，甚至已經到咗談婚論嫁嘅地步。如果唔係阿莎呢隻天鵝突然由天跌落嚟，帶住名氣同錢，佢可能早就同嗰個圈外女友結婚啦。即係話阿莎喺唔知情嘅情況下做咗第三者，而且係被小三嗰種。嗰個圈外女友都唔係省油嘅燈，據說已經有咗新人，正等緊男方俾個交代。阿莎知道呢件事之後，成個人都呆咗。佢諗起自己為咗呢段感情推咗幾多工作，頂幾大壓力，結果對方居然一直喺度兩頭呃，將佢當傻瓜咁嚟耍。呢個仲未完，第三宗罪更加令人嘆為觀止。有傳媒深入挖掘咗呢位新郎嘅背景，發現佢所謂嘅身家過億都大有水分。知情人士透露，佢確實係做投資嘅，但早就因為經營不善欠咗一嚿數。嗰個健身教練嘅身份可能都只係為咗包裝自己接近女明星嘅一個幌子。佢同阿莎結婚，某種程度上確實好似一場殺豬盤，只不過今次佢係想靠婚姻嚟翻身，而唔係單純呃錢。阿莎嘅閨蜜之後忍唔住喺私下聚會時爆料，莎根本唔知對方背景咁複雜。我哋當時都勸佢多查查，但佢話感覺對就得，邊知感覺係對嘅，人卻係假嘅。呢句說話一出嚟，簡直係喺全港觀眾嘅心口插咗一刀，大家都喺度唏噓。點解阿莎永遠都係嗰個吸渣體質？點解每次都要等到遍體鱗傷先肯回頭？而家嘅情況係，阿莎已經搬離咗嗰棟所謂嘅愛巢，住入咗酒店。雖然對外話係冷靜下，但圈中人都知呢個基本就係離婚嘅前奏啦。男方嗰邊呢？一開始仲想發律師信闢謠，話係夫妻嗌交床頭嗌床尾和，但後來見到阿莎呢邊態度咁堅決，甚至已經有律師介入處理財產分割同離婚協議，男方似乎都慌咗，開始託中間人去求情，話自己係一時糊塗，係被嗰個圈外女友纏住，心裏面最愛嘅仲係阿莎。但阿莎今次明顯係鐵咗心，據容祖兒身邊嘅人話，阿莎而家邊個嘅電話都唔聽，淨係講咗一句說話：我可以冇男人，但我唔可以冇尊嚴。呢場大夫演到而家，已經唔單止係兩個人嘅感情問題，佢好似一面照妖鏡，照出咗娛樂圈光怪陸離嘅背面，亦都照出咗我哋喺愛情裏面最唔想面對嘅嗰啲真相。你睇嗰個男方，表面光鮮亮麗，背地裏卻係一地雞毛，瞞住正牌女友呃婚，私生活混亂不堪，甚至可能仲背住債。而阿莎呢，43歲啦，經歷咗 Twins 嘅風風雨雨，經歷咗鄭中基嘅隱瞞離婚，經歷咗石恒聰嘅百依百順，最後卻換嚟一句唔想結婚，好唔容易鼓起勇氣再信一次，結果又係一場空。呢樣令人不禁想問，到底係阿莎命唔好，定係呢個圈子本身就容唔落真心？更有意思嘅係，而家網上出現咗兩種聲音，一種係心疼阿莎，話佢係吸渣體質晚期，勸佢以後唔好結婚啦，搞事業啦，反正有阿嬌陪住，兩個人過都得。另一種就係比較犀利嘅陰謀論，話呢個會唔會又係阿莎為咗新歌或者新電影炒作出嚟嘅？畢竟呢種新婚即婚變嘅劇情喺娛樂圈都唔係第一次見啦。但呢種講法好快就被打臉，因為有現場嘅目擊者話，阿莎喺搬屋嗰日喊到嗰個慘樣，絕對唔係演得出嚟嘅，嗰種絕望係由骨子裏透出嚟嘅。而且如果真係炒作，唔使將自己搞得咁難看，仲要將被小三呢種屎盤往自己頭上扣啦。
隨着件事嘅發酵，更多細節被挖咗出嚟。據說嗰個圈外女友都唔係省油嘅燈，已經放話要同阿騷公開對話，甚至手入面仲有男方寫俾阿騷嘅情書複印件，證明男方喺同阿騷求婚嘅前一日，仲喺度同佢講寶貝我愛你。呢個簡直就係實錘中嘅實錘，將男方嘅時間管理大師屬性暴露無遺。而家全香港都喺度等一個結果，等阿騷幾時正式發聲明，等呢場鬧劇點樣收場。有律師分析，如果男方真係涉嫌重婚或者欺詐，阿騷唔單止可以順利離婚，仲有可能追回部分財產，甚至要求賠償。但呢個對於阿騷嚟講，錢重要嗎？肯定唔重要。佢缺嘅從來都唔係錢，佢缺嘅係一個可以令佢安心W好覺嘅人，缺嘅係一份唔使提心吊膽，唔使去查手機，唔使擔心被欺騙嘅感情。翻轉頭嚟睇，阿騷今次嘅經歷真係太令人唏噓啦。由2006年隱婚到2010年爆雷，再到後來同石行聰嘅6年長跑無疾而終，佢嘅感情路就好似坐緊過山車，每次以為到咗終點，結果都係一個急轉彎。今次泰國避婚，本來係佢俾自己嘅一份禮物，想話俾自己知我都值得被愛，結果呢份禮物拆開一睇，入面包住嘅係一把刀。嗰個含淚控訴嘅畫面，估計會成為今年娛樂圈最令人心碎嘅名場面之一。而嗰個瞞住圈外女友、私生活混亂嘅老公，唔管最後結局點樣，估計喺香港娛樂圈嘅渣男榜上面係排得入前3啦。而家阿騷將自己關喺酒店入面，唔見任何人。阿嬌喺出面急到團團轉，卻又入唔去。容祖兒喺嗰邊默默陪住，亦都唔敢講太多嘢。大家都喺度等呢場風暴過去，但唔管過唔過，阿騷心裏面嗰個窿，恐怕又要好耐先補得返啦。我哋成日講好聚好散，但喺被欺騙同被背叛面前，邊有咁容易好聚好散？呢場牽動全港嘅大呼，先啱啱拉開帷幕。後面仲有幾多反轉，仲有幾多秘密，邊個都唔知。我哋只知嗰個曾經喺舞台上笑到冇心冇肺嘅阿騷，今次係真係傷透心。而嗰個所謂嘅救贖，終究都係變成咗一場更深嘅劫數。至於嗰個男人，就等佢喺自己嘅謊言裏面慢慢爛啦。反正阿騷嘅人生雖然永遠都係遇人不淑，但佢從來都有重新開始嘅勇氣，今次都唔會例外，只係代價未免太大咗。所謂新婚唔夠1月爆婚變，呢8個字背後，全部都係眼淚同唔甘心，亦全部都係我哋呢啲看客嘅一聲長嘆。呢出呼仲未演完，我哋接着睇。